我有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係上帝君尊嘅祭司，讓我哋一同參與天上嘅敬拜，為曾被殺嘅羔羊加冕。我哋同唱擁戴我主為王。為曾被殺嘅羔羊加冕。其實上帝亦為人加冕。加冕呢個動詞喺詩篇總共出現過4次，全部都係指上帝對人嘅工作。創造主啊，人算什麼？你竟以榮耀和尊貴為佢加冕。救贖主啊，罪人算什麼？你竟以仁愛和慈悲為佢加冕。歲月之主啊，我哋呢班蒙恩嘅罪人又算什麼？你竟以恩典為我哋所經過嘅年歲加冕，以致我哋所度盡嘅日子唔再係一聲嘆息。
主啊，你話白髮係榮耀嘅冠冕，你又話你以恩典為年歲嘅冠冕，白髮係年歲嘅記號。所以對我哋呢啲經過歲月洗禮嘅人嚟講，你嘅恩典就係冠冕中嘅冠冕，你嘅恩典就係我哋唯一嘅誇耀。冇錯，最貴重嘅冠冕並唔係英皇頭上嗰頂估值超過30億英鎊嘅帝國皇冠，而係我哋救主頭上嘅荊棘冠冕。最寶貴嘅名字就係耶穌呢個名。今日世上最激動人心嘅好消息係乜嘢呢？就係耶穌愛你，呢個係千古不變嘅道理。讓我哋同唱耶穌愛你。
因為你必賜福於義人。耶和華，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四面護衛他，又可以譯做圍繞他。呢個字喺希伯來文同為他加冕係同一個字。今日讓上帝嘅兒子以佢嘅聖靈同佢嘅愛嚟圍繞你，四面護衛你，前後環繞你，看顧你，保護你，如同保護眼中嘅瞳人。因為我哋係上主手中嘅花冠，係佢掌上嘅榮冕。讓我哋同唱，讓神兒子的愛圍繞你。第一節。而聖靈又將上帝嘅愛澆灌喺我哋心裏。三一上帝透過雙重嘅澆灌，使我哋呢班喺亞當裏面墮落咗嘅人，成為聖潔嘅國度、君尊嘅祭司，重拾失去嘅榮耀尊貴，重新活出慈悲仁愛嘅生命。今日讓我哋立志以不死嘅愛去宣揚那召罪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
求你用愛充滿我哋，充滿再充滿。聖經話萬物的結局近了，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親愛嘅弟兄姊妹，今日我哋最欠缺嘅可能就係彼此切實相愛。所以聖經話：你們該效法上帝，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上帝。讓我哋同唱充滿主的香，向上帝獻上我哋嘅香。教會聚會嘅地方會改變，信徒群體嘅組成亦會改變。我哋嘅生命又有冇時常被聖靈更新而改變？教會嘅根基係主耶穌基督，佢永不改變，亦永不衰敗。但係人嘅工程會被燒毀。今日喺已經立好嘅根基上，好好咁建造自己嘅工程，先至係最要緊嘅。聖經話：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我哋要點樣建造呢？我哋又會得到乜嘢賞賜呢？使徒保羅話：係公義嘅冠冕，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使徒雅各話：係生命嘅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就係嗰啲忍受試煉
又經得起考驗嘅人。使徒約翰話係生命嘅冠冕，要賜俾嗰啲為主至死忠心嘅人。最後使徒彼得話係永不衰殘嘅榮耀冠冕，要賜俾嗰啲甘心樂意牧養上帝群羊嘅牧者。聖經話我哋向上帝呈獻嘅香，就係我哋嘅祈禱，亦係我哋討主喜悅嘅全人活祭。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嘅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天使拿着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傾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我真心相信，我哋嘅禱告同呈獻唔係徒然，因為上帝已經睇到啦，而且聽到啦。我哋再唱充滿主興奮。